那我就在楼顶偷开麦咯。你讲的话也会被放出去哦，好好讲话。希望大家可以多抖钱。真的耶，要帮你放你的绿界吗？哦，不用不用，我说多抖给你。没关系，你最近是不是开比较少？你应该没什么被抖的机会耶。对啊，因为我觉得还是出去赚钱还比较多。我真的有放出去哦。没关系没关系。好，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就是都给我吧，既然礼物说他不要。对对对真的哦。对，所以请大家可以多抖内给火蛇。谢谢。我已经开始享受打工的乐趣了。真的假的？你真的觉得打工有乐趣啊？有乐趣。你要形容一下那个乐趣吗？就是我有一个打工，他是包货仔，然后要到别人的公司疯狂打包东西。哦，不是帮我打包，我都自己打包。所以就蛮好玩的。哦，你喜欢包东西哦？蛮喜欢的，我喜欢一直做重复的事情。哦，比如说开台吗？这个已经还，这个现在还好。哦，对，没关系啦。我还是帮你放你的绿界，我还把它钉选起来耶。哇，也太好了吧！对啊，人各有所志。这个叫什么？不知道，这个叫帮你打广告。哇，我好不会讲话。哇，你是广告师哦？有这种师哦，现在什么都可以师。对啊，外送师。我是开台师，听起来超无聊。不会，我觉得听起来很强哎。我以后要说我是开台师好了。可是你最近没有在开台呢。对哦，你是包货师而已啊。对，我现在是包货师。好，大家等一下都想说这两个人聊得很开心，干嘛不直接放画面出来？因为要让大家有一个扑朔迷离的感觉。哦，扑朔迷离吗？对对对，太好了，有一个神秘感。好神秘。耶耶。好啦，时间也差不多，还是切过来好了。好，我们跟大家见面吧。好久没见到礼物了哦。耶，真的也超久不见。大家有没有想礼物啊？上次见面仿佛是上次。真的耶，你这么一说，就好像说了一样。真的很有道理吧？对啊，听梨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谢谢。那我们还是跟大家打招呼好了。好。我发现有些 VTuber 打招呼都会很快，但我平常都蛮慢的。我今天来试试看，当个快嘴 VTuber 好了。好，从头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好，来，老宅男唱到说晚安你好，一头六个加上晚安你好，还有马自里晚安你好，三次方晚安你好，还有谁？还有鼠人晚安你好，还有 Nightbot 虽然是机器人晚安你好，还有欧拉夫老师晚安你好。好，讲完了。真赞。好。仿佛是那个什么，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我不会念耶。好，和尚端汤上塔。好，和尚端汤上塔，端塔上汤，完美。希望他没被烫死。对，忘记跟大家说了，我现在努力在聊天，就是因为让大家可以扫 QR code， 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Kahoot。对了，有些人可能没办法一边扫QR code 一边看台，我应该把网址贴出来。来，快点点进去，快点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盛会，好不好？快啊！我们都没有偷看题目哦，因为对我们完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小精灵有说里面还蛮考的。对，希望我们不会被考倒。
对，嗨，鱼蛋晚安，你好，好好笑，原来是要扫 QR code 的时间，你们要主动积极啊，你们要主动积极的参与啊。等一下，我忘记扫了，我忘记我要参赛了，好好笑哦，还想逃过一劫啊。我们今天是军队式的卡户，所以请大家快数到3。真的假的？我们是军队式的。对，我们要当执行官。哇，请问礼物你有当过兵吗？没有哦，没有。我想说，请你来表演一下。那你有看过什么军教片或是军人主题的电影吗？没有，因为我觉得很难看。你也是蛮直接的。有些那种台剧什么那个军人的，就是觉得蛮难看的。你是说什么什么日记啊？哦，好像是，对对对。那个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的同梯很爱耶。我就想说，你每天醒着就有得体验了，干嘛还要看？真的，自己就在演戏的。真的蛮好笑的。天兵也不用看戏里面啊，就对啊，刷牙照镜子就看到了。你也是蛮直接的耶，真的耶，好要命哦！太天了。因为我有脚，我今天来当独角兽好了。只看过狗蛋大兵，我好像没看过狗蛋大兵哎，我也不太看那种电影的。这个我也没有听过。是说我今天的那个背景非常适合这个问答节目啊！真的很棒哎。对，希望那个等一下大家看到问题不会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满头问号，很有挑战的感觉。对，因为今天那个小精灵有跟我说，题目有些还蛮困难的，所以他甚至整理了一份详解给我。所以等一下我们遇到比较难的题目，就是公布解答之后，我们就会来读详解。对，这一次的这个考程度好像比我平常考大家还难哦。各位大兵们，请踊跃加入哦！哦，对耶，我都忘记我们是那个军旅 style 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凶他们啊？对，突然不会，好久没当了。立正站好，正，然后嘞，注意，然后立刻趴下。为什么要趴下？翘起你的屁股，让我打一下。你对军旅生活的想象好像跟大家不太一样哎。我完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大兵台词。你平常都很想打别人屁股是不是？是没有啦。我以为你要说是没错，吓死我了。比较想拿冲天炮射别人的屁股。我以为是装进屁股里，吓死我了。好。希望不要有人被礼物打爆，用冲天炮射爆屁股。希望可以看到皮开肉绽。太恐怖了！哇，注意还动啊！对，太经典了。不是，大家是要加入了没有？我们现在只有6个人吗？对啊。怎么办？我好不会凶人哦，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长官。我们要练习当个长官。那你先教我好了。可是我还没想到台词啊！怎么不见啦？没事，我只是想要来调整一下，确保大家等一下可以中途加入。OK， 我看一下哦，中途加入，还是这其实不用设定啊？好，就当做不用好了。应该可以中途加入吧？好，应该可以吧？一来就这么刺激的话题啊！对，我的猫猫最可爱的晚安，注意还动啊！好烂啊，超没有威严。不能叫大家不动，他们这样就不会扫 QR code。好吧，那快给我扫，谢谢。快动！
快点啦！是要多久？这样吗？动起来，动起来，跑起来啊！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对，我想起来之前有，就是慢慢走的话，就一定会被说跑起来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好的，跑起来。哦，我想到了啦，在拖时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我们每次都会有奖品。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这个凶的感觉，连辅导长都做不起来，谢谢。哦，还混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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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这里是当兵，不是来爽的。动作快，活老百姓，这我不知道哎，我们没有遇到。哦，鱼蛋很会哦，再不扫 QR code，再不扫，全班给我去扫厕所，真的。对，是扫 QR code 去扫厕所。感觉应该还要讲一些很烂的笑话，这样才有那个，然后就是让大家明明就不能笑，但还是会很想笑，才是那个一个好的班长必须要有的基本能力。对，烂到不行的狗屎笑话。真的，难怪你不喜欢看那种电影，可能我很喜欢狗屎笑话，就蛮爱的。我只看片段啦，我没有看全部。嗯，好，我们还是介绍一下今天的奖品好了。今天的奖品很特别哦。Yes，请问礼物，你要不要猜猜看我们的奖品是什么啊？是拖鞋吗？答对了。耶、今天的奖品是这个火蛇形状的亚克力做的拖鞋，我不知道怎么穿，但是它是拖鞋，因为礼物说它是。太好了，他看起来想大口吞掉你的脚。你说的有道理耶。那如果你想要给它吞一些不能吞的东西，你还可以把它翻到背面哦。哇，太方便了吧！没错，这是那个地球上我看过最完美的拖鞋。对，好，那你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拖鞋是？哦，有人问了一个好问题，那么哪里才能买到呢？对，太棒了，这个也可以当饭友，没错。那个之后我会把这个拖鞋伪装成饭友开始贩售，但是我还没准备好贩售的页面以及那个，就是这个其实是样品，对啊，那个整个印出来的所有的货还没有到我手上，所以大家再等一下。有开放购买吗？有，但是今天那个得第一名的人可以获得一颗免费的，对啊，如果拿了免费的会觉得那个。就是心不安、理不得、夜不能寐、睡不好觉的话，就直接抖一笔给我就好了，谢谢。对，对，好，香油钱。对，香油钱。虽然我是凡香，但是哦，香油钱哦，有道理。对，投到你的嘴里。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卡户特吧。耶耶！希望我不会拿第一名，因为我拿第一名的话，我就要自己送自己奖品，还蛮尴尬的。不会，我觉得很棒。你觉得很棒哦，左手颁奖给右手。对，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这个让人非常雀跃万分、doki doki 的卡户特吧。好我怎么开始 ，Let's go， ？Let's go。第一题还没，标题是我们有多懂观众。台湾第一次的戒严发生在哪一年？谁投的？我是教你们投。这是谁投的？我是教你们投关于你们的小资讯，不是教你们真的考。等一下，我还真的不会耶。这是谁投的？请自己出来认领。我们会看到是谁出的题目。我不知道哎，我没有交代小精灵要特别写是谁，所以他可能没写。等等，我还真的，我觉得会想第一次的话，应该就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一次哎。感觉是有陷阱。感觉是有陷阱。
算了，先随便选一个。表单上叫大家出题，没说怎么出题，好吧？我应该在表单上写清楚。看来在 DC 讲是不够的。OK， OK，那我们来看答案吧。答案是好，1905年。我来看哇，看，详解。哦，现在仿佛梦回国高中，要拿着一本详解在那边看。对啊，大家升学压力都很大，都有体验过。台湾第一次的戒严是因为日俄战争爆发，当时日本收到英国的通知，俄罗斯的波罗的海不对，波罗的海舰队，哎，很容易念错，好不好？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出发，前往亚洲支援战争。当时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被封锁在旅顺港，然后他们预估的路线会经过台湾岛。为了防止俄军扩大战场入侵台湾，从4月14日，日本官方发布沿海及澎湖地区戒严令，并且于5月13日发布全岛戒严令。然后在同一年的7月7日解除，台湾就经历了第一次全岛性戒严。这根本就是念过去之后完全没有记住半点资讯。对，没错对，哦，好啦，反正看起来是日本时代啦。，Yes，Yes，好，反正就是日本时代的时候，那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就有戒严过了，所以第一次戒严是日本时代。好，知道了。已经120年了哦。发现如果用手机打字的话，卡户会直接断线哈，不能连回去吗？真的假的？跳回去就可以连回去了。我这边好像也是如果要参赛就不能打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那可能需要买第二台手机，真是强人所难太好了，你们可以趁机入手 iPhone 17哦。谢谢。你明明就没有收到苹果的业配，为什么要帮人家打广告嘞？贾伯斯给我钱，不是，他已经没办法给他你钱还没，了。他还没啦，还没吗？还没，那个只是假新闻。哦，你知道的好多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题吧。希望下一题可以简单一点。可以来看排行。哈哈，结果我猜 Oh my 对。god！我想说应该不是1947那个，我就随便按了一个比较近的。哇，第二名是里屋哇，太好了，我0分第一题只有我猜到而已，我也是用猜的，是在。好，我们来下一题。在1854年，有个国家想与殖民台湾的大清国交易，买下台湾作为基地。请问该国是1854年？1854年，谁知道？真的耶，到底是谁出这种题目啊？我猜到了，我猜到了。这种你猜，我猜错了，我猜错了。哦，我也猜错了。哦，你猜到了，但是猜到错的。对，那我也猜到了。请我问以为是你是猜哪一个呢？荷兰呢。我猜你猜荷兰。对，我猜法国。你有什么根据哇，吗？因为我想到米菲兔，米菲兔，它来自荷兰呐、然后呢？没有说不定清朝人会喜欢米菲兔。现在的交易的筹码就是我把米菲兔给你，你把台湾给我。
对，没错，用米菲兔来换台湾岛。谢谢。谢谢。米菲兔基地。好，到底是谁出的？没关系，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偷看题目，所以我没办法看表单是谁出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苦难结束之后，我就可以去看了哦。耶、耶，我们可以来秋后算账了，现在刚好秋天呢，太好了。太好了。你为什么会选法国啊？因为我随便猜的啊。哦，我就想说，大清帝国那时候有哪些国家比较活跃？我不知道，我历史其嗯，实很差，但好像中国跟法国有在那时候有战争过，是不是？清法战中，争是不是？想说可嗯嗯嗯，能就是有一些利益的爱恨情仇。没错。哇，谁啊？外高啊，熊公呆啊，这个看起来很像猫猫最可爱的相反呢。对，希望他收得到礼物。希望。对对，好，对，详解，没错，有详解。好，我看一下，好长。1854年，美国答案是美国，答案是美国。1854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 Matthew Perry 返回日本的途中，在基隆附近抛锚了10天。Perry 跟船员在福尔摩沙登陆，然后调查了该地区开采煤矿的潜力。他在报告中强调说，福尔摩沙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中途贸易地点。Perry 的报告指出，这个岛非常坚固，可以作为勘探基地，不是探勘吗？就像古巴在美洲为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样，占领福尔摩沙可以帮助美国对抗欧洲对主要贸易路线的垄断。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未能回应 Perry 声称对福尔摩沙拥有主权的提议。然后，当时美国驻日本公使Townsend Harris 与许多高层研究，然后向国务院建议，美国应该向大清国买下台湾，以巩固在亚洲的商业利益。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对于黑奴的纷争而不了了之。然后补充，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到1865，所以总之就是有这个提案之后，不久就打了南北战争。好，就这样，谢谢。真好，的耶，就是来不及买了。对对对对，我看一下哦。观众说，原来要附注解吗？不用，其实不用。如果出关于你的就是如果你是出关于你的资讯的题目的话，就就不用，不应该是用不到注解哦。对，没错，不用附上你们的家里地址哦。也没有不行，但是可能会被离屋或是我拿来做坏事哦。我可以附上信用卡后面那条数字，然后你不还有那需要那个，3个小的。对对，这个比较虚。这个蛮需要的，或是直接整张信用卡寄来也可以。哦，没有，这是 Google 表单，对不起。对，好，好，我等一下想解好，念快一点哈，我看有人听到这种东西会睡着。好的，好，好，那耶，希望下一题可以正常一点。好。我们今天一共有几题？我不知道，小精灵没有跟我说，我觉得好马正常哦。自力。请问马自力养过什么宠物呢？不知道哎，马自力，你要不要在聊天室跟我们说一下？好，我猜了，我猜了，哦，对耶，我忘记我也要让我猜对。参与了。对，这个题目就是非常好的样本，就对，是对，让我们猜你。如果还有下次的话，请投这种的对对对，礼物，你觉得会有下次吗？我觉得待考虑诶，待考虑，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然后哇，你猜对了，我猜对了。哇，我猜错了。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仓鼠啊？是只有我不知道是吗？因为我养过仓鼠，所以我才哦，也什么是后厨领域？什么意思啊？是那个马自里吗？哈哈，我以为是，我以为是我们的观众马自里养过什么宠物诶，哈，我也以为我也以为诶，什么意思？真的假的？什么意思啊？所以那个下设计真的有养过还是就是仓一个鼠的，就是巧合这样子？哎，有可能哎、一样的马自里跟那个马自里名字刚好一样哎，啊，名字一样，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要怎么办？按铃声告了吗？完了按铃，Hololive 无声告，法物。按铃声告，你名字跟我一样。哦，是因为这样念所以才乱讲的，还有骗我靠腰啊！我不太有看 Hololive，所以你随便讲我会相信你哦。我也以为耶，哎，没关系嘛，自己不用紧张，不一定是先出道的才会赢。对对对，没有啦，这是可以告的哦。没有啦。啊，你说这是可以告的事吗？对，是哪个法的？刑法第987条，依法可以告诉老师，最高判罚上课罚站30秒，全案可上诉。太恐怖了，居然可以站太恐30怖了，秒！请立刻从你的电脑椅上站30秒。我先站，我先站，我先站。好啊，我真的是不能，希望不要再遇到第二个一样的一次。好，我猜小狗，因为我觉得狗是一种很普遍的宠物。哦，真的哦，对，我站起来会影响收音吗？还是还好？不会很好，好。太好了，毕竟我嗓门也不小啊。嗯，好，我站累了，我们继续吧。OK，罚完了，罚完。有时候那个30秒也是老师随便体感数一数，所以没关系啦。对，你的名字有离字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完了，我不想罚站，算了。那你先告他。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完了，我觉得我今天有机会上避难所了，完了，我不能互告了。太悲惨了。我们赶快趁现在进下一题。我根本不知道有几题，我根本不知道要玩到什么时候哎。太好了，九太好，百分。太好了，哎，完全不在榜上哎，太好了，耶、请问吗？这里的身高鞋码最接近什么？我不知道。Oh my god！来猜一个这个搭配起来最有可能的。我没什么概念欸，我觉得看起来都很正常。啊，我是不是想太久了？哇，只有一你个人猜哪一个？答对。可恶，那你根本就是他吧？对啊，结果只有他答对哦。每次参赛都忘记一件事，不能认真。好，你现在想起来了，很好。对，太好了。我猜什么？我猜167公分，25公分。我猜黄色的。你是不是觉得先把最大跟最小去掉啊？对，差不多，因为我是这样子。差不多。选中间的感觉比较有可能。哇，猫猫卡爱直接说人家脚很大。
很好啊。很好哦。我脚也蛮大的，脚大的话就可以穿火蛇出的新周边拖鞋哦。穿不下啦，那个只能穿一个大拇指差不多，而哦，且还是好吧，手的大拇指。我只没关系。好，没关系。哎，苍大叔发现其实有题数，哎，是15题，真的哎，其实我们左下角有题数，哎，嗯，在这里哦，我都没有发现呢。哦，因为我放的位置刚好会把它放到你后面，谢谢谢谢。聪明的大叔。对啊，好，不会把握机会，来吧，出来，出什么出来？什么意思？好，我们继续。我是第6名哦，哦，我在离屋后面，很强很强。很强，非常没前途。好，再来再来，各种尺寸的拖鞋周边，真的假的？我要找厂商啊。关于老宅男苍大叔，以下哪个是正确的？当过公司哦，主管，当过救护人员，练了10年的八卦掌。我来猜。这个很酷哦，这三个答案都蛮酷的。嗯，这是我蛮想看到的题目类型，终于开始有趣了起来。对，歪头灿笑。哇，哦不，真的假的？哇，居然只有2个人答对。大叔这真的好像假的？不方便参加，所以你是其中一个答对的。哇，哇，还有哦，没有哎，我伊藤绿，答错啦，好，你答是你选哪一个？我选公司主管。哦，我选救护人员，因为我好像记得大叔有 EMT 的那个是什么？救护的那个证照吗？哇好，大叔有附详解，我们来看一下。，OK，OK，练了10年的八卦掌，很多师弟妹的套路都是大叔教的。哇，好帅哦，真的。超酷的。然后救护人员，大叔曾经有初级的 EMT 证，但是已经过期了。哦，这是有证照。对，好像就是曾经有，但是 EMT 是会过期的，然后他说已经过哦，期了，所以现在应该不能用。了解。然后大叔没有当过公司主管，只有当过公安那个就是工作安全的管理人员。嗯，哦，真的假的？一哇哦，一掌把捐印的图打干了，真的假的？很酷哎！我觉得八卦掌这个真的超酷的欸，这个真的很酷，这个真的很酷，我不知道大叔有这个技能哎，就是很像一些隐藏在民间的那种，高手。可能对对对对，就是平常嗯，然后做着馒头，然后其实他可以一拳把人打飞，很像动漫会出现的热血主角。很像廖天丁之类的故事会出现起义的时候，就会突然起来活跃。真的很猛哎，这个太酷了。超酷，完全值得为大叔做一部动画，值得值得。值得值得。好，希望他可以出道。对，希望大叔可以出。右拱出道太好了，好耶。耶！哎呦啊，因为哦，答对这一题，所以伊藤绿茶前进了很多哦。哦，斯洛姆晚安，刚是不是忘记跟你打招呼啦？好，我们来看看，嗨，武长把豆浆打熟了，真的假的？好，关于苍大叔，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嘞？哇，5000跑得完也太强了吧！游泳可以游1公里也太强了吧！
哦，我猜了，我猜了，耶！哦，我猜你猜错了，哪个？你猜哪个？我猜那个5000公尺跑得完。嗯，你为什么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5000公尺跑得完跟游泳1公里都超难的，都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但是我先把球类运动删掉，是因为球类太多种了，所以就是会说嗯自己球类全部都很擅长，感觉是就是比较少会有人这样说，因为球类真的好多种，所以我就是嗯，前2个随便选一个。但我觉得游泳游1公里感觉超恐怖的，所以我觉得5000公尺比较像人类做得到，就选了5000公尺。哦，嗯，你酷。呢？我也是把球类删掉，也是那个原因。哦，但是我觉得5000公尺就5公里耶，感觉有点多。但是游泳的话，感觉在水里会比较轻松一点，虽然也是很难。哦，原来如此。用掌压可以打退鲨鱼。好了好了，哎、对耶，有可能是他的手掌很强啊，然后就是哦，他挥一下就游一趟了。是用八卦掌在游泳吗？不要乱对讲，搞不好真的是哎。对啊，所以他才可以这样一直游1公里，就是他挥一下就可以到对面，然后再反弹回来，然后再挥一下。你说的对面是我想的对面吗？对对对，哦，那也就是太远了。所以他八卦掌才可以那么强，哦哦哦，对就说他是耶，动漫角色吧，因为他是海军，就是真的太强了。那个嘛，那个《One Piece》里面不是。对，就说他是动漫主角了，哎，又在乱讲。哦，不过真的，嗯，你先，你先。说不定现在就是有些就是比较热门的动画啊、漫画都是由苍大叔为主题的，只是大叔不敢跟我们讲，就是他其实是个大明星这样。哦，那个故事都是取得大叔的授权，说我可以写你的传记吗？对对对对对，那个 One Piece 就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学会了。哦，不过我确实记得大叔有跟大家分享，他是待过就是海军的单位嗯，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们来看详解吧，希望这里面会写那个大叔怎么取得这个能力的。好，OK，5000公尺跑得完是假的，因为大叔最讨厌跑步了。然后游泳可以游1公里是真的，是当兵的时候训练出来的。哇，好恐怖的训练！真的很强。嗯，我当兵的时候没有要求我们游泳，可能我比较草莓兵。嗯，球类运动很擅长也是假的，唯一打得算可以的只有保龄球。原来如此，嗯，很特别。你有打过保龄球吗？有，你喜欢保龄球吗？还好。哦，我你喜还蛮喜欢的。哦，真的对，但是我更喜欢保龄球馆通常也会有的撞球，哦，感觉比较好玩。我也觉得比较好玩，也比较不累。嗯，对，保龄球其实蛮累的。那你有打过保利龙球吗？没有，只有我那么无聊吗？你有打过？小时候会吧，把它拿来当乒乓球之类的。这我真的是没听过哎。那可能因为小时候我没什么朋友，我只能跟保利龙球当朋友。哦，有可能他是，他有名字吗？什么？他是叫 没有 Well 他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问他。哦，嗯，好吧，那他真是沉默寡言。对啊，他都不回我话，他到现在都还不回我讯息。唉，哎，可怜。
可谢谢。哇，猫猫卡还说喜欢礼物，把火蛇当保龄球打。再想想，不过呢，这个眼睛是有那么一点像保龄球的洞啦。嗯，蛮像的。好，谢谢。我们来下一题吧。OK，哇，伊藤绿茶变第一名哎，哦，有潜力哦。有潜力哦。好，趁大家不注意，鼠人的鼠最初设定是什么鼠呢？好难，该不会其实鼠人已经准备好3、4图了吧？我就知道他们都很想出道，而且他们最近都会在那个 X 上面开那个音讯空间。对啊，这不是准备中的 VTuber 最爱做的事吗？真的还有那个谁，3次方也是吗？对对对，这还会有人两位对，对还会有人发推特问那个3次方主播间有没有要突发？对，然后昨天晚上好像还有什么那个哄睡台嘛，不是就是睡前比较深夜开的那种。哇，我错过了好多。哎，我就知道。哎，哇，他们是社团式已经开 DC 了，太好了！我也很想被社团式收留哎。天哪，他们已经有一个社团了，然后我还是个人是。我也是，我也是个人是。天哪，虽然我们有节瓜沙拉，但是对，单飞不解散，对我们已经单飞不解散了，惨了，惨了。惨了。好，所以答案是飞鼠，该不会只有本人答对吧？哎，真的哎，你猜什么？我我忘记了，我想起来了，我猜仓鼠。为什么？我觉得仓鼠是就是大家最容易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吧，因为很有可能会成为宠物。但是大鼠跟袋鼠跟飞鼠，感觉大家比较少有机会看到，就这样。哦，大鼠是什么啊买一送一的那个吗？啊，啊，我猜大鼠哎。大鼠到底是什么？比较啊，大的鼠？你真的不知道我哦？真的不知道。好，我 Google 寡闻。就是类似实验老鼠那种类型，哦，那个叫长尾巴。大鼠。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都可以饲养这样。哦，我查大鼠的第一个结果果然是大鼠买一送一。哦，难怪你会猜因为大鼠，对，因为我觉得它的头贴我还以为是大鼠。因为是白色的，对对，然后耳朵又长那样。所以答案是白色的飞鼠。对，这是陷阱题呀。哇，你有吃过飞鼠吗？没有哎。啊，我也没有哎。嗯，但我知道还好。陷阱，我知道飞鼠可以用陷阱来捕捉，难怪要出陷可以，阱题。好阴险哦。哇，大鼠、飞鼠、袋鼠，全部不同属，这个是绕口令哦。真的哎，哇，你们很会绕口令哦。对呀、怎么不赶快出道？绕口令系 VTuber，对，每天开台就只讲一句绕口令就下播。好幸福哦。然后开完就直接拿去原封不动就可以剪成精华，对，好赞哦！好，如果以后不知道怎么开台，就开这个好了，好，开 Shorts 台，好赞哦！那叫广超播，方便。没有广播都没这么短，你以为啊？对，好哇，高哇，阿拱呆往上爬了哦。他们很了解彼此。对啊，我还没那么了解他们。这题好长，
水莲是台湾的特也太有种，也是热炒店的常客之一，所以他喜欢去吃热炒。以前被称作野莲，为什么会被改叫水莲？为什么是多选题呀、说这个文字阅读也太多了吧？这是在考我讲话很快。水莲是台湾的不对，那是题目。因为生长在水上，因为养殖这个植物的人叫吴水莲，因为长得像睡莲，后来因为农民口误而误传。因为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是陈水扁跟吕秀莲，因为曾经在一座观世音菩萨神像的甘露水瓶内发现过野生水莲。耶、我念完了，但我还是选不出答案。这个我知道哦。我好像有听过哦。对，你也答对了吗？答对了。耶、所以答案是 A 跟 D 啊，图不见了怎么办？我来看而且详解，是谁出的题目啊？没有说呢。那个水莲？哪个水莲出的？是不是？哇，图片不见，不是。好，那我想一下，你还记得 A 是什么吗？哦，长生在长在水上。对好，然后 C 是当时的总统参选人有那个陈水扁跟吕秀莲。对我好像有听过这件事情。对，我也是听到这个。哦哦啊，因为4个里面只有这个有 D，所以我就选这个了。我也是。好，详解说，美农农会的总干事钟清辉说，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跟吕秀莲搭配参选正副总统，当时他们是当红政治人物，然后就有这个水莲配，然后加上这个植物本身就长在水里，所以就干脆把野莲叫做水莲。真的耶好离谱的理由。好，学到了，耶、哦，哇礼物变第3名哦，好强哦， ，Oh my god！好恐怖哦！难道你今天要把奖品带回家了？加油！加油！好，好，太长了。台湾的电视台推出过许多台语8点档连续剧，其中有许多经典桥段，也让人津津乐道，更是许多人的童年之一。请问目前首播版集数最多的台语8点档连续剧是？哦，你有看过的吗？有哦，真的哦，有，我大概知道是哪一。哦，真的假的？对，好古早的历史，难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好像都没看过诶。天之娇女听起来好新哦，对，她是最新哦，她有写年份诶，哦，难怪。哇哇，哇，好紧张哦！啊，其实也没什么好紧张的，我是不会在榜的前面的，应该是没什么好那个。我答错你了。选哪一个啊？风水世家，因为我记得它超级多集，然后就是感觉小时候在电视上就是很常看到，哦，哇但是另外2个就是意难忘跟龙卷风我都没有看过。是哦，我好像小时候蛮常在那个，就是也是在那叫什么小吃店的电视上看到意难忘的，但是我猜台湾龙卷风，然后我猜错了。Oh my god！哦，所以答案真的是意难忘。我本来还想要选亲家卖 gay 搞，那个也很有名。对，那个我看到他有放在 YouTube 上，然后也是超多集，所以我本来想选那一个的。嗯，好，看看啊，意难忘从2044年9月22于民视首播，总共播了528集，也是目前唯一一部超过500集的8点档连续剧。台湾龙卷风只有345集，天之娇女有409集，风水世家426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世间情是437集，这些都没有超过500集。哇，亲家麦给搞超过2000多，好强哦！哇，2000多集很猛哎。
对啊，很猛很猛然后有些人会想要问的是经典的那个叫什么《娇来贝跟13姨》，还有《亲家卖 gay 稿》，都是超过2000集的，为什么没有进入这次的选项中呢？因为他们不是8点档，他们是7点半档跟7点档。哇，好现金哦，这也太专业了吧？对啊，这个是什么8点档博士啊？是不是伊里出的啊？我觉得如果是伊里出的选项里，应该会有亲家卖 gay 稿呢，他那么爱。我也是。8点档那我可以趁机偷宣传吗？虽然今天是跟你联动。可以。对，就是在伊利的频道有出那个轻歌踏月的新 cover， 大家刚可能有去听了，对不对？没有的话，等一下我们下播之后要去听哦。对，跟亲家卖 gay 稿有一点关系。收视长虹。对，库沙瓦说亲家卖 gay 稿一集干那半点钟，是不是你投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很专业。对，太专业了。等一下，他的详解也太长了。还有，对对对，就没错，详解也有说那个加莱贝跟13姨还有亲家麦克稿都是30分钟的节目，然后8点档是因为收视率表现太好，所以本来只播1小时的，然后长度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一直扩张，所以就变成了90分钟到2小时。所以现在大家习惯的8点档都变成2小时咯。2小时很疯狂哎。就跟我们开台差不多啦，我们通常也是开个2小时。哦，好像也是。我也蛮喜欢开8点的，感觉8点就是大家可以拿来配饭。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是8点档演员啦。我也是8点档耶。耶。对，谢谢那个通告艺人女明星李乌来参加我的8点档节目。哦，对，我现在是通告艺人。太好了，就是那个得罪他的，通通会被他告。对，通通告下。好，谢谢。耶。哇，现在就是伊藤绿茶跟高阿拱待在那边，在那边厮杀，希望李乌可以把他们2个干掉。很猛哎，这2个人。对啊，分数差蛮多的，好恐怖哦。你知道千层蛋糕是什么人创造的吗？有没有一个选项是不知道？没有。好，千层蛋糕，千层蛋糕，千层蛋糕。可以回不知。哈？哈？我没听清楚，我是真的没听清楚。不能回不知道。我很想回不知道我也很想回谁知道啊？你选了哪一个啊？我选了法兰西人。我也选了法兰西人呢。一定是千层创造的，所以叫千层蛋糕。好聪明，好聪明哦。要跟日本节目。答案是日本人哦。这个我现在才知道我也是因为我以前在打工的咖啡店有千层蛋糕，然后它的名字就除了中文名字之外，就硬要取一个炫炮的名字，然后看起来不像英文，我觉得看起来很像法文，我就想说这应该是法国人发明的吧，看起来不是呢。我被骗了。我也被骗了。对啊，他的那个产品介绍来说什么选用法国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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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说真的耶，这是观众小知识吗？对啊，我也想问。真的，你们这几题都是怎样啊？你们是有人叫千层哦？什么意思？哦，有人叫千层，谢谢。不对，也太考了吧？还给我真的考。对，这，好。然后你知道吗？有详解。好。千层蛋糕是非常近代的我觉得我好像在主持那种什么综艺节目就是那种问答的。
真的很像。唉，千层蛋糕是非常近代的产物，有多层数堆叠的蛋糕在此之前只有 layer cake， 跟其他甜品一样都是欧洲宫廷菜，使用的是最常见的海绵蛋糕，切割成薄片后，中间填入奶油或果酱堆叠，直到一名日本烘焙师和田惠美。这是直译的，并非那个做和服的和田惠美，我也不知道谁是做和服的和田惠美。前往法国学习可丽饼的技术，并且想出使用20层左右的可丽饼皮涂抹鲜奶油堆叠的甜品。这个字我不会念。千层蛋糕，好，反正1985年他在日本的 Paper Moon Cake Boutiques 第一次售出千层蛋糕，然后又在纽约开设另一间烘焙店 Lady M， 是那个贵的要命的，哦，居然哦，我永远吃不起的那种。然后活跃至今。哇，的确，千层蛋糕吃起来的确很像那个法式的可丽饼的皮叠在一起。原来如此，我一开始就是这样猜耶，没想到是日本人做出来的。太可恶了！居然又出历史题加陷阱题。那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根本就不是观众小知识。对啊，是怎样？这些人这有没有看懂那个表单啊？对，伊藤绿茶可以改名叫伊藤千层蛋糕，谢谢。好，你至少考个绿茶小知识，我都还 OK。对，好啦好啦，大家就是也学一点用不到的知识啦。OK。耶，伊藤绿茶自己答对了，好棒哦！伊犁也上去了，哎呦，伊犁把你挤下去了，怎么办？希望伊犁可以得到拖鞋奖品哦。哦，有道理耶。好，你是希望这些观众不要得就对了。哦，不是，不是，不是，好，我都迫害来宾，完蛋！来，三小。请问大马士革钢、花纹钢、折叠钢、乌兹钢、冰铁是否为同一种物品呢？我怎么知道？我觉得这些人真是不会出题目啊！好凶哦！可是你要往好处想啊，你有50%的几率猜对耶。哦，也是啊，比刚刚那几题还好解。我要来借酒浇愁了。我是叫大家注意自己的隐私啦，就是不要考我你的那个身份证字号之类的。但是，就是如果你在推特会发出来的个人隐私，可以发哦，可以发。对，是这样子的。怎么出？直接出咖啡话？咖啡话是什么意思？反正是我的话，我就会不是我之前示范的很好啊，比如说我几天剪一次指甲之类的。虽然也是没有人答得出来，就是比较有常常可能你们跟大家有分享过的小东西。的确，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差别是，那个你不知道我几天剪一次指甲，是因为题目很明显就是很白痴，但是我答不出伊藤绿茶的题目，会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啦，看起来是他，我答不出伊藤绿茶的题目，是因为我会觉得我知识不足，我就有一种我的优越感被剥夺了，我就会不开心。绝对是伊藤绿茶，我已经不开心了。那个我们最高上诉罚站30秒，给我起立。不是我，好，我坐回去。不是伊藤绿茶，现在站起来。他说这个有分享过啊，真的、哦、好，我的错。好，我们站起来，好，我站起来30秒。好 ，OK。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初衷了。Okay, 就是让我们体验被考的滋味。对，好，太好了。好，怎么一堆人罚站，超好笑。好，详解，真的也全班罚站。答错都站起来。那也只有3个人要站起来。
好像也是。你猜错，你猜对吗？我猜错啊。那我也猜错，但还有一个是谁？要跟我们一起站哦。算了算了，就是谁想站都可以。啊，对，好，答案是是。最原始被称作大马士革钢、乌兹钢的材料，如其名，是由古印度出产的一种使用不明材料制成的干锅吗？那是念干锅吗？嗯我想说你应该会知道这个词，嗯是干锅吗？干锅，哦，好对，好，反正就是干锅缸。干锅缸是什么？干锅烧出来的缸吗？应该是吧？应该是哦，对，好，OK。是。好啊，那个乌兹刚的乌兹不是古乌兹别克哦，古乌兹别克是另一个地方哦。他写的好，然后反正这个那个乌兹刚就是以及它也叫做大马士革钢，它就是有一种美丽的花纹。然后大马士革人使用其打造的刀具以杂质少、坚韧锋利、耐用闻名中古时代。然后后来配方失传，如今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马士革钢。这感觉在 RPG 里面好像有一些类似的设定。然后现代意义上的大马士革钢是由至少2种不同碳含量的铁材堆叠在一起，加热融合、折叠或扭转，或者使用铁罐内放入不是碳含量不同的铁材加热融合，再加以折叠或扭转，使其带有层层花纹。另外，日本刀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碳含量高的玉钢作为芯，外表熔接堆叠，使用折返锻炼技法锻造的，含碳量较低的钢铁，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花纹钢、折叠钢。当然，就跟古印度的乌兹钢还有大马士革的刀匠没什么关系了。赞。其实我现在不是站着，我是半蹲。我觉得半蹲念这一大串超累的。我说很赞，好，谢谢。谢谢。哇哦，半蹲的话，那你很强哎，太空里哦。我再高的话，我的耳机就是不够长。对，哦，好。请火蛇在节目结束之后公布出题者名单，出历史题的要通通封锁。对，好，谢谢。好，大家学会了吗？我是没有啦。好，好啦，不过伊藤绿茶说他有分享锻造知识，就是因为那个字蛮多的，所以我可能就是看完也不会记住，但是我确实有看到他有在锻造刀具哦，还蛮酷的，大家可以来我的 Discord 看一下。赞赞赞，赞赞赞！好，我们可以坐下了，累死了，耶！耶！罚站 ASMR。下题，下列哪一组分类号？这一定是猫猫卡爱出的，他还说很简单。对，哪一组一分类号？定是哪一个最不容易混淆？雕漆是什么？木版画是版画吗？雕漆是？我不知道。完了，希望我我答对。啊，随便选。你答对了吗？我答错了，你选哪一个？我选《红楼梦》。咦，我选台湾文学跟中国文学。哎，有详解吗？好像没有。没有了，后面的题目都没有详解了。那你们有不满的就自己去找猫猫卡爱。我知道猫猫卡爱有开放大家投棉花糖。对，这个也是准备要出道了，大家可以去提问。对，大家可以去提问，比如说问他为什么要出这个。对，对，好，谢谢。台湾文学跟中国各种文学的出版品，预行编目都会写错，所以编目就容易出错哦。所以是出版社自己搞不清楚，是这样子吗？好，懂了。好，那想要详解的自己去不是私讯，自己去投棉花糖问猫猫卡爱。
对，好耶、耶，好，我们等一下，哇，哎，这个自己会答对，恭喜恭喜啊！不是恭喜恭喜！出版社，是国家图书馆的人员先编的，原来是这样。好，我的猫猫最卡艾尔的经历哪一个是假的？哦，好题目，好题目。对，终于来一个正常的题目了。哇，我就是想要这种，就是看起来比较正常啦，但是字还是多的要命。对，哪一个是假的？要选假的哦。来了，好难。说不定他们前几天那个音讯台就有，就有些偷读书，对对对，偷读书。完蛋了，完蛋了！完了，你有我答对吗？猜错了，错了。咦、我也错了，我选红色的，只有我一个人呢。我先说说为什么我会觉得红色是假的，因为他说曾在女性向手机游戏担任工会会长，但我根本不知道猫猫卡爱会不会玩女性向手机游戏。然后我听到女性向手机游戏的第一个刻板印象浮现出来，就是跟二次元男生谈恋爱。对，虽然这听起来很异性恋霸权，但是我第一个浮出来会被归类成女性向的这个想象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猫猫会不会对于跟纸片人男性谈恋爱有兴趣，我觉得可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假的。但看来我错了。我猜错了。哦，嗯，你看我的心路历程非常的完整，我是很认真在答对，题的。算了，我还是站一下，我答错了。好，好，你选哪一个呢？我选黄色。哦，你选黄色哦。对，因为感觉红色就是一定有可能，然后蓝色也感觉非常有可能，因为它很专业。然后绿色感觉好像也有分享过，对，绿我好像是色我确定有分享对对过。对对，之前有打文章，对对对，推特的时候有对看到。对，猫猫好，卡在说的有道理，也不会有人自己铺路硕士论文题目，真的哎。为什么？哦，对耶，是不这样就是会有因为他知道要出隐私啊？道嘛，这样中之人嗯就被抓嗯，到哦，对耶，啊。原来是因为要出道啊。哇，我被自己的异性恋霸权打败了吗？原来那个游戏是有百合角色可以攻略，可恶，可恶可恶！哦，败在纸片女人的手上。好，有道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哎、可是像这种论文题目啊，不会有就是好几个人都做同一个题目吗？我印象中似乎会有诶、虽然不会到非常常见，可是好像会有诶、哦，我不确定诶、不过我看过最好笑的是那个有一个硕士论文题，我不哇，好像不能，好好好，我就随便啊，已经讲一半了，还是讲。我看过有人的那个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当红明星，然后他自己就是那嗯，个当红明星，好赞，还蛮好笑的，但好像没有不可以，对吧？可能有些人知嗯，道。对，好，我好，哈哈是我啦，是没有啦，不是陈火神。好，我们继续。还自我民下一题，族志，哇，霸榜哦，了，领先爸爸，1000多分，太恐怖了。倒数第二题，关于三次方以下哦，哪个是正确的？有节瓜沙拉全员饭友，有汽机车驾照，是泛性恋。房间里有3张椅子，所以才叫三次方吗？这是什么？好难哦。
他没有节瓜沙拉的全员饭友。我好像没有看过三次方 po 我的饭友的照片呢。哎，好像有哎，前几天吗？哦，真的吗？是我自己漏掉。忘了是饭友饭友还是不好买。拍立得。我有看到伊里跟斯洛姆的饭友，跟我的不是我的，那不是我，跟一个那个薄荷巧克力合照。嗯，对对，我也记得那个。没有我啊。哦，没有你哦。礼物的饭友不好买吗？我屁啦！我有2颗耶。哦，真的哦。我有2颗。你不哪止一款呢、里不好？哦，对对对，哎，我的对，饭友明明就还在卖货变，还在滞销。怎么会不好买？快去买，快去买！对啊，对，不是你不是还有酒友吗？虽然我根本不喝酒，但我还是买了。没关系，你有时候可能要喷75度酒精的时候就可以。对啊，我刚刚那个开的其实不是酒啦，是咖啡。嗯，好。哦，三次方没有你的，他没有你的饭友。嗯，好的。等一下，等一下，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有3张椅子。等一下，是不用硬要下单，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房间只有1张椅子，哎，你呢？我房间也只有一张，哎，我们真的假的？加起来，3张？我们加起来都没有3张了。好，那所以我要罚站吗？三次方是真的，因为有3张椅子。就我所知，应该不是。哦，不知道他会不会有第2题考这个？啊，有可能。哇，大叔的房间有5张椅子。什么鬼？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多椅子？5个是怎样？5个超夸张哎！差点讲不五个能讲的笑话。不要讲，不要讲，五个不要讲。好，真的，你是在房间要摆那个板凳哦？是这样讲吗？哎，不可能。对耶，如果是那种可以叠起来的塑胶椅的话，好像就合理了啦，就是不会太占空哦间。哦，对对对。哦，我没办法当亿万富翁，也可以当椅子富翁哦。好。伊里同学，什么叫做无一无二？无一无二，好，你罚站，你罚站。老师在罚站考试，你讲什么笑话？蛮好笑的。罚站。对，看是要无一无二还是要无一二一都可以哦。哎呦，我呀有，哦，你刚刚那瞬间好电哦，超完美，超适合这个的。我呀有为什么你有办法说电就电呢、啊？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哎，听起来特别的，就是你无一二音的时候听起来就很电。哪个店啊？哎，还有哪个电？就是很商店。不是很电子音。哦，好，因为我是机器人啊。啊，真的哦。好，请他对赞助机油费给礼物，谢谢。对，我呀呀，我呀。好，好，好，我们看一下选项。有汽机车驾照的意思是或还是且，还是都没有？感觉没有汽车。很多可能普遍大家是会有机车，但不一定会有汽车，对不对？对，哦，感觉或是是。或是会开会骑，但是好啦，不可以无照啦，不可以，不可以哦。不可以。三次方说都没有啊，那只能骑脚踏车哦。哦，好，太好。我们都是守法公民啊。对好，三次方是泛性恋，不是，因为我也觉得不是，因为就是常常会听到他有自己说自己是女同，所以我对对想对，应该不一样。但是我选错了。你选那个对的，应该是我没有看清楚题目，哦。就直接按下去了。原来是太心急了。对，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好，没有，就是
好，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好，对，没有啦，我好像没有太多，就是有自己跟我揭露说是泛性恋的朋友，所以我不太确定，就是在不探问隐私的情况下怎么分辨。对，所以我就是凭印象，但反正我选对，我也没选对，但是我没选这个。嗯，嗯，喝完酒骑脚踏车一样违法哦。你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啊，虽然我不会这么做啊，但是我不知道牵摩托车也不行就是有摸到就轮子的东西，哦，所以就是不能扛着车去，跑也不行。应该是也好，丢直排轮可能也不行，有轮子就不行。有可能。好，好，耶、我们要最后一题喽。耶、哦，滑板车也不可以，车扛得起来的话嗯，可以。好，知道了。哦，猫猫卡爱好强哦，它的7000分可以让它停留在宝座上哎。真的，一层绿茶下一个要手刀点到正确的才有机会。反正你点错的话也没分数，不如就赶快点下去吧。是这样子吗？不是吧？哦，不是哦。好，下一题。哇，吉彩天会降落耶，我们刚好到最后一题了。感谢吉彩天会降落，欢迎大家来。谢谢。对，虽然你们现在加入卡户特只能玩到最后一题，但是欢迎大家来看。也谢对，谢开台辛苦了，白灵晚太开心。安。好，来吧，我们来看最后一题是什么？好，关于三次方哪个是正确的呢？啊，这我会，这我会，这我会，哦，一定是不喜欢绿色的 VTuber 嘛？我就知他道，这样是有色盲哦。什么意思？他可能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我啊，就是投稿偷骂。有可能。哇，你就这样直接骂人家，好好笑。这题我会，这题我会，他有讲过，他说他左右手都骨折过。Oh my god！你看，你们昨天真的偷读书。我以为单手而已。嗯，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知道的，但我记得他左右手都骨折过。真的偷读书哎。然后讨厌芋头，这我不知道哎。不是谁真的选不喜欢绿色 V2 是你吗？不是，哦，不是你，谁对，谁？啊，不是说不喜欢海鲜吗？对啊，所以它不是正确的啊。我觉得他三次方，出的很好。他出的很好哦，我觉得这两题都出的很好。对，嗯，就是有一点很扯的，就是那个房间里有3个椅子，就跟我3天剪一次指甲一样，就是有莫名其妙的部分，但是整体来说都还蛮，至少我选错不会觉得是我知识不足。对对对对对，而且他就是有一些陷阱跟就是讨厌喜欢这样混在一起。会有点搞混。对对对，所以就不能看太快。嗯，好，我看太快，罚站，站30秒，完了。太好了。哦，有人以为可能本来不喜欢绿色，直到遇到了礼物 Oh my god！啊好啊！感动哦。题目是正确啊，对啊，所以不要选喜欢海鲜啊。他不是说不喜欢吗？同学，太累了吗？同学，哦，哦，好，耶，就这样，最后一题，耶耶！耶，啊，感谢好，基彩天会的降落，然后跟基彩天会的观众打个招呼，嗨，白灵，你是白灵，好，我知道了，嗨，白灵，还有肖仔，晚安，晚安，你好，还有我是不是没跟廖打到招呼啊？廖晚安，嗨对，大家嗨，好，大家。虽然我们一开始没有请黎屋自我介绍，但既然有人降落了，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黎乌，我是通告型艺人 VTuber。
对，目前就是一直上大家的联动，就这样。对，她现在是当红女明星，对我现在是当红女明星，然后那个就是就是会挑一下节目，可能不是每个人的都可以上。哪有人会讲这么直接啊？一般都会挑一下吧，但是谁会这么直接啊？通告因为我是的意思就大牌是，的啊。通告的意思就是让他不满的话，就是通通会被他告，所以叫做通告艺人。对对，我是大牌女明星。对，嗯，哎，集彩天会的节目你会上吗？会会挑一下，好，知道了。没有会上会上我也想上天会的节目，希望可会以，上，对，希望可以找我去玩。对，有人找你去灌酒直播，灌酒对，可以可以啊，酒要自己付还是天会提供？都可以有得喝就可以。好的，都可以。太好了。耶好，那那那我们全部打完嘞，我们来看谁会得第一名吧。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毛毛啊，我觉得应该是离屋吧。好，我们来看看，有信心。有信心哦。第三名是马自里，咦，第二名是伊藤绿茶，那第一名肯定就是我们的猫啊，不是外高啊，熊公呆啊，竟然不是猫猫卡爱吗？ Oh my god！我们都猜错了。天哪、他没告诉我第几名哎，那应该就是很后面吧。这个我也没有。好，谢谢。那奖品就给那个外高啊，熊公呆啊，耶、高阿公呆记得来认领。记得来找我领你的奖品哦。对吧？对，那好，来领拖鞋，谢谢。耶，耶，太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稀里糊涂的结束了。你还会想要有下一次吗？我要想一下，我觉得可以啦，我觉得可以啦。但是我们下次也许出题范围可以，好啦，我觉得这次这样其实也蛮好玩的。对啦，还不错，但是也是希望还可以再有，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参考一下三次方老师出的题目，蛮老师吗？标准的。对的，好好，检举猫猫考试找枪手有道理耶。好，太好了。有人说我跟你站一起，我看起来很白耶。哇，恭喜你喽！谢谢。好好尴尬哦，怎么会这样？不知道说什么。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圆满落幕啦。耶、耶，应该还算圆满吧。我们看一下降落去哪里，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关台好了。好，OK，好，再次感谢天会的降落。虽然你降落之后没多久，我们就要再起飞了。谢谢天慧谢，谢天会，还有谢谢礼物来参加稀里糊涂节目。不客气。请问你除了对题目有点不满之外，还有什么心得吗？我想一下，考那些历史题的人到底是谁啊？我要告你们！好，我等一下把名单提供给你，你就通通都告吧，我们的通告艺人。好，希望大家可以自主罚站30秒。哦，那也是蛮和善的耶。好，好，赞那我们降落去那个伊里那边好了。他在下棋耶，耶！他在下什么棋他啊？在下五子棋。哇，那祝他能5个。谢谢，好实际的祝福，太精确了吧，也太直观了吧，是怎样？对，好，
那我们就去吧，谢谢大家。那我们不，你有什么要宣传的吗？这个最重要了。没有哎、真的哦，真的没有，好吧？真的没有要宣传的。那既然你没有要宣传这个机会，我就保留给我自己吧。好，好，请问大家平常会穿胸罩吗？不管你们会或是不会，明天晚上8点都可以来看我的主题杂谈。我要跟3位以前没有联动过的朋友们一起聊聊这个社会议题。对，那明天也会告诉大家我自己有没有穿过哦。耶！会有人想知道吗？说不定根本没有人在乎啊，但是还是可以来看哦。我们有准备很多更有营养跟更深入的问题。好，好，大家记得去看哦。对，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明天见。好，拜拜。拜拜。耶，我又按错了。变尾。太完美了。谢谢。